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呀，下啲台灣哦，當到嘅所在都有當到特色嘅法通，當我嘅家鄉山下來咩，有一個動態嘅法通，愛同大家來小結哦。唔過有嘅法通係做前提片，因為係啲苗栗攀雅耶誕節，苗栗有一個耶誕上有個耶誕城哦。我來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今日嘅節目地都有請到萬人哦，有請到呀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展演藝術科嘅林詩玲科長，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分享。大家好，我係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哦，專門負責了辦法通的科長哦，都展演藝術科科長林詩玲。歡迎科長，講嘅科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擺，剛下有講到係呀耶誕城耶誕上嘅法通，不過對我呀就算係本地人來講，土生土長苗栗人來講，我知道哇，我頭擺搶老到講板橋有耶誕城，也擺苗栗其實去年就開始有一個這個算是很盛大的一個這個耶誕的啲苗栗的法通，今年咪強用。韓國係一年辦到比一年還卡大，還卡這個盛大的感覺。亞擺嘅耶誕城係乜嘅契機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亞擺哈，應該苗栗耶誕城係第二年，去年呢就講係很多美食音樂佳肴節，錯嗎？去年還不算是有耶誕城這個名號，但是規模已經出來了。因為亞給呢。加個前身係耶佳肴音樂節，因為辦第9年，我就想講9年，過去辦的9年按舊誒，去年就開始就用加一個耶誕城的按那個法通變得4年，3年變4年，去年提一個，今年呢就想講，哎呀，就個名稱吼，就講我較熟嘅到誒。所以原本去年很多苗栗音樂佳肴耶誕城，那當初音樂佳肴耶誕城，因為嗰樣是喺我前面嘅科長佢規劃嘅，我12年你19號一講，因為就講3年變4年，嗰呢非常的成功。今年呢就想講名稱較熟嘅到誒，較響亮到誒，就2025苗栗耶誕城。法通呢，因為今年呢平安夜禮拜3，禮拜3嘅話就講一天我有法通，就平時2年就他搞上班，嗰種就禮拜5就19號開始來拍，12月19，禮拜5，然後6日個。中間就減到禮拜1到禮拜2，嗰做禮拜3的平安夜，本當香港規劃4年，還會香港嘅2年空都給樣樣嘅，舞台就都給就浪費嘛吼，不如就來拍一個歌唱比賽。6年的耶誕節大家會懂無限哦。對，冇錯。唔過阮就講通常，做得去苗栗了幾禮拜。係啊，咁樣講，既然來跟你來教嘅話，就正經來規則嘅，安尼不用慫啦。對，嗰時候亞擺苗栗嘅耶誕上，辦到今年辦到嘅2日嘅暗藏嘅時間，就係希望大家做得加油一個法通，做得多來苗栗了錯嘛。冇錯啊，既然來一陣嗬，就講唔好講，就來看下天氣，咩可以其他地方來行了。嗰時候今日嘅節目當中，就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苗栗耶誕上係2025年我來辦嘅這個耶誕節啲苗栗嘅法通，也擺辦嘅輕生態哦，咩希望大家加入一個法通，做得多來苗栗行了啊，從冇。係啊。對，嗰時候也擺有請到科長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辦到暗生態，除咗6日以外，剛剛有講到還有一個唱比賽，特別咧冇強用。也今年嘅特色哈，就講因為想講主要做音樂性嘅嘅法通嘛，對，按你話禮拜1、禮拜2就希望講來拍呢歌唱比賽，可以去就講吸引全台好唱歌嘅朋友來到苗栗。唔但唱苗栗人都得來參加，全國咯，全台灣。你冇限制講一聽台灣人咯，世界各國不同語言就可以有咩做得咯。好國際化哦，對，所以你耶誕城唔但唱台灣人來呢，係啊，各國咩當到外國人來。嘿，古說耶誕城唔但唱做得來看表演，看動作高速唱歌，你自家咩有機會做得來唱歌，你自家就可以變成舞台上的高速。哇塞，太享受，太幸福誒！
也就是同去年青泰一個無共用的素材，還有同到細節啊，其實也比賽真研判到動態，等下做得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先來講一下今年嘅演出的部分，因為唱戲表演就有外地有4日，錯嘛，5、6日3，禮拜3平安夜嘅日，故說呀4日4日愛攀呀表演呀咩？動飛功誒，飛功啊！即卡斯吼，卡斯咩動上腦筋哦。因為去年係3日係無共用嘅語言，因為苗栗係動到出拳咧，一個演示嘛，有好樂，有翻譯，有原住民咩有客家，新住民哦，新住民甚至咩有對。對啊。咁說去年係只有2年半3日無共用嘅主題，有不同什麼叉叉之夜，某個語言之夜，對，客家之夜。都前後一年做好。for 後3年咧，對，故說用頭擺係用語言來分，一擺無共用，一擺沒有。哦，就像講去年安尼做，我有一個問題，像比如講，人家用是T3日啦，當快，有多多原住民都苗栗咧，跟你人口就相對少當多，有當快有落太伊，故說就變講較少年。一擺人就想講，也袂喊聽講唔去乜嘅，因為人家多元族群吼，所以發通希望與人家嘅時間也無共用，唔係講愛年出面喊聽給人家張有限，也講啊騙人啊多多人無限啊，上我來看都無辦法，故說呢就來搭訕，多元族群的安尼個呢概念，不過你乜嘅出群來到，你就可以看到啊，唔喜歡呢，也談到唔喜歡呢個誒，對，故說你唔管也新年呢，你都有機會談到也4種無共用嘅語言，對，這樣子也蠻好的耶，對啊，有嘅規劃，好，故說大家聽到同期睇，先來同大家講開幕嘅日，開幕就係12月19號拜5那一天是開幕，開幕嘅主題咩同題片咯，他講是夜總會的主題，對不對？對啊，像講頭日吼，就講頭日然後嘅閉幕，然後過天2日、天3日，就講當日就無共用嘅主題啦，吼。啊，頭日咧，就來有唱講嘅呢80年代，人家頭擺夜總會嘅，客家人，客家主持人碰碰哦，這個玉姐啊，以前碰碰跟廖劇，係啊，也碰碰姐，俺叫也動發跳，就拜託佢來主持。哇！希望本客家安尼回味頭擺安尼嘅夜總會時期嘅嗰種在懷舊用誒，講懷舊嘛，一叫冇看到佢誒，亞白又有唱到碰碰姐來主持哦，係啊，來主持，而且是搭配新生的，中生代搭配 Terry， 對不對？對，很帥的 Terry， 很壯的 Terry， 那這反差動態啊，就這個視覺的衝突，對，同佢叫他來主持，還夠有搭配歌數，對哦，亞白就頭日哈，就來有唱給你江成龍。苗栗菜梯耶，苗栗菜梯，青口上，對，要敬愛學弟呢，南藝大的嘛，建台的，建台，因為佢碩士期間喺到台南碩士咧，到台南學位費嘛，佢用時我要判給你有培育嘅隊服。那個夏日營小隊服，所以佢來報名，我說碩士期，哎呦，做點啊不卡，都200公尺都多誒，200嘅，對，啊，佢自家創作歌手，咩得獎，故說呢，就嚟有唱佢來表演。青口上，我也擺做啲來其實誒，自家家鄉嘅大舞台哦。係啊，也係清新派誒。對。啊，那位呢，沒有金曲歌王哦。羅文玉。哇塞，真係係金曲歌王哦。唔管係啲創作也係演出，也係這種全部就很擅長，全方位的這個很厲害。要做客家嘅部分啊，像其他像康康啊，要寫給他是全方位啦，係啊，記得是董老年，王彩華，哇，董老年吧，波比天后，過老家母也來跳舞啊，母女合體，母女對，都苗栗，對，哇塞，這樣咩同文言其他哦，嗰時候就講安尼。我也得會安尼有唱各種不同的元素誒，然後來
來混合。各個無共用的語言，那你可以各取所需，安尼。哇，哎呦，就唔但那你去，你就都得看到、聽到你熟悉的語言，可能看到你中意嘅故事，哎，每做得當你都去。係啊，像個李吳兄弟哈，個三兄弟個 muscle。哦，咩導演導哦。係啊，咩懂個主持。韓國堂講亞親密嘅壓軸，也是我們的天后徐懷鈺。對，然後去年又發行專輯，個劇前面17年冇發行專輯，要不然又出來又想講，哎，本他家來看一下徐懷鈺。這個卡司不用出來，這你會嚇死人。我們那個年代的偶像啦。對，咩係愛綜藝嘅偶像，愛輕綜藝徐懷鈺。真嘅啦，真嘅，佢頭擺發行嘅專輯，單條歌曲我都會唱。哦。對，嗰首聽起來就東想你去，跟你聽來哦。聽錯會去，因為啊對後生，大家可能會知道，哎呀，就後生一啲嘅歌耶誕節，啊唔過演做得來唱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因為也係各個年齡層都有來表演，無像年齡層嘅藝人朋友。唔過人都嘅安尼後生嘅都嘅碰碰姐。爸爸媽媽會看到當天，啊，所以你也沒做得就是見識一下這個我們厲害的藝人的功力，對不對？冇錯啊，對。鼓手有動作動精彩嘅內容，做得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終於去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知道青公用嘅同大家來分享我嘅家鄉苗栗，咩愛辦理咧亞灘上嘅發通哦，韓國亞擺係辦理6月嘅發通，係12月19號，一直到12月24號，5、6、2、1、2、3，耶誕族，真的好誇張，這個係亞灘族，韓國係啲那片係啲人嘅。中南運通公園，係嘛？大家聽說是苗栗有隻青發的一個場地。呀，這片這種發展非常的好。這樣是百年燈會，這樣是哈，第一盤哈，這樣是主編哈，這不會啊，公司在一片都冇幾多錢，然後飆了好幾倍，5、6倍。對，我都還記得燈會的時候。順亨哈，中央區停車場，然後唔係咧，中央區我會去睇的。哇，韓國呀，這片交通咩動力片，就在個加油高鐵過後，這片就同韓卡方片咧。冇錯，對，嗰時候也真係一個清澈的同大家來分享嘅家鄉苗栗有一個哇，按生態嘅耶誕城，咩希望大家加油，也就發通多多來認識苗栗來了解苗栗。其實除咗有表演好看以外，也就發通咩做得帶出當到苗栗自家嘅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事蹟、自家嘅後生人，對不對？當然冇錯，一定有安尼機會有安泰舞台吼，一定要本人蔡天人後生嘅來表現，好好來表現。故所以下就細細繼續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就發通剛剛講嘅嘛，禮拜5安埔頭有一個夜總會主題的晚會，啊，卡司剛剛沒同大家來分享。啊，到禮拜6、禮拜日。白天其實你是頭尾有動作嘅發通，做得同大家來分享，邀請大家爸爸媽媽做得帶定新人來共下來，好冇？係哦，你想講吼，也發通，但請安埔頭辦大爽，係啊，個2年嘛，2年都哎呀，中南邊當到好高嘅地方啊，嗬，佢你是頭喺假如講上都一片聊聊，安埔頭看演唱會咩當好啊，嗰時候呢，你是頭人只有安排嘅呢，唱嘅 DIY 啊。場館的活動啊，泡泡秀啦，魔術啊，哦，安尼本日就太人細緻，共下來搞了。就是老師也不用過去放電。對呀，係呀，唔但唱安尼唱安尼，還有跟那個，還有有唱那個兒童節目的哥哥姐姐們來大家都搞啊，安尼就神奇。兒童界巨星。對，夠隨時的，就可能我有看到聖誕老公公在出來發糖呀。哦，安尼就營造個聖誕節的這種熱鬧的氣氛。係唔係除了聖誕老人之外，貓裡喵妹會都獻草？哦，然後貓裡喵吼，也人家得個苗栗演吉祥物哈，要當燈一下，你隨時當然可能會出現。都係要個所有的個呢，創業的個呢。
亞單上的個呢發通都方隨時就會做出來哦。就像人家看到嘅相片，我真是懂書都分享誒，看到呀生日呢就懂中醫貓裡喵的感覺。哎，貓裡喵嘿啊票選的呢，6都以外第一名的呢。6都以外第一名，全國票選的呀，還有哇，清德你想哎，皮質質的呀。然後雖然它叫貓裡喵，不過它其實是石虎哦。哎，對啊，講一唱咩話，其實因為很老虎。對呀，就是我也很喜歡那個貓，所以我也很喜歡貓裡喵。跳舞以來，我真係當得一下啊。真的哦，對，古時候喺許多呀發通嘅現場，你時頭你就真的有機會看到貓裡喵，輕代表美麗的這個吉祥物。哎呀，看到就要跟那個合照啊。哎呦，真的機會難得哦，太重合將會出現哦。哎，對啊，不過貓裡喵真係當得一下，要當太房，也很熱情啊，真的哈。對，就是像客家一樣誒。對，就是我們的美麗的吉祥物，希望大家來豆豆數司機。好，除咗呀拜六禮拜都有呀日時頭嘅發通以外，安補時頭被慶陽有晚會。當年叫做人重頭戲啊，耶誕城嘛，如果安補頭哈。青島對，嘿，禮拜六啊，禮拜六做20號嘛。對。哎呀，沒有做遙唱，遙唱嘅禮物兄弟來主持。個歌手的部分啊，還要做請個安尼人氣歌手。對，大家親書都有分享。係啊，像阿蘭啊，唱個柏林啊，陳星月啊，對，個還有方金莫啊，哇，我喺度中央當有名啊，好生意親好嘅啦。對啊，個安尼壓軸，安尼客家樂隊，客家妹嘢。哦，彭家輝，他講是第一。你講關鍵字我就知道。冇人對對面還有一隻歌手呢，哎，咩還有啊？但是還有客家甜心啊，對，客家甜心，鐵肺真嘅，對，彭家輝，真嘅。全世界嘅華人，冇人唔識嘅。彭家輝嘅歌曲，係啊。哇塞，嗰時候禮拜六嘅壓軸就係彭家輝。係啊，特別講講我要唱歌啊，有唱歌。講當歸啊，當歸較貴點來啊。因為沒有你難得愛記拍安泰型的耶誕城。對，所以禮拜六嘅壓軸是彭家輝，大家會好好來注意到哦。係哦。禮拜日嘅晚會。禮拜日有行較多，禮拜日主要做嘅呢係小男孩樂團，樂團鬧熱，你唱嘅安尼。吹歌啊，還要猜題耶。沒有哩，也是我學弟。你學弟要做也是電台的。哦，也頭分要真係要係驗政府驗狀婦女特別推薦哦。真的。哎，而且他們的風格哎，知道年代老到沒有哩咧斯坦尼可能我一下冇辦法加入，因為就是很朋克、很搖滾。其實又唔會的哈。真的呢。音樂的東西哈，是按你會被他感動。當節奏係按你噔噔噔噔，就會聽你個噔噔噔噔就哎。我覺得很棒，知道要拜，因為結合嘅像後生人啊，啊講斯坦尼各種唔同嘅表演風格，全部都到也拜嘅舞台當過來呈現。係啊，所以我較朋克，按過斯坦尼沒有來跟你學習。新的東西要聽得到實推啦，實推才進步，人家都沒有進步。對，這也是就是要拜打散的一個董聰有點目的。呀，你就主要是樂團，對，樂團嘅部分。嗰種小男孩啊，個倪先生啊，個還有跟你理想混蛋啊，壓軸啦，理想混蛋。對啊，關於這個是很多。還有沉默紳士，對，沉默紳士都還沒當初沒有客家人哦。懂到後生人都懂中醫嘅也有團體哦，大家都喜歡聽團。對，仲有聽團，不是跟團，聽團，他們都來追星考察。去年我講是一年當到年，去年我嘅哎呀有一年仲有後生嘅歌手來，佢當到係包車來呢。真嘅哦，包車追星，遊覽車來，一台一台的來。係，我就講咩？我講到然後就講剛沒講這樣是去年當選哦，跟今年當選，今年是還唔低啦哈。當選我還要當貼心哦，我們當年哦只有一組給你安尼暖暖爐，
暖暖爐，嘿，就不用當到暖暖爐，嘿，所以我們講哦，安環啊，就按你炒到個時候就熟了，規家的氣氛都冇窮樣。對，我們很貼心，給你窮樣我有，窮樣我有，很棒。而且除了呀，因為剛剛也有講到那個衝果的比賽，衝果的比賽咩係愛青上我的底耶，因為愛啲要在衝果的比賽的決賽就會啲。亞到加下演堂到這麼大咖歌手的舞台上，當然係哦。亞到衝過位嘅幾隻舞台，就係你如果參加到決賽，你就得騎上幾隻很大型的，可以媲美。就創業享受講來，就係巨星用來站在那個那麼大的舞台上，這一樣的音響設備，一樣的舞台設備，係啊，暗後。當初人就想講，哎呀，卡到一年嘛，就禮拜一、禮拜二嘛，2日，啊那邊人嘅。那東西就不用給啊，偏偏，給不如就繼續來用嘛，啊用，就想講，給就本素人歌手也得來用啊，不要起來從國人來，係啊，當然一般呢就講我也得會選海選，因為他講可以去上業吧哈，基本上一個鐵實力嘛，對，個聽你他有沒有那個勇氣，哦，嗰時候呢我們還是要海選。海選呢，我也都做會選講到11月25號以前哈，本他可以線上報名，也係講用機。咱節目播出以前海選可能已經結束誒，啊，不過海選結束之後，還會有一個初選，對不對？初選，我們海選方式就講，啊個就講接到送來嘅 MP3 啊，MP4 啊，哈，第七個個的加個帶嘅 demo，我們先那個評審過了嘛。過了這個，我們就到了第2階段了呀。就海選入了文管局，對，就來中正堂。哦，就沒有離中正堂。對啊，這度方呢有700人在位嘅，還可以邀請朋友來同款，還可以有加油團。所以這個是初選的，對不對？初選，初選是在11月7號，太個。12月7號，對，12月7號，大家都得去中正堂看。當年分享。哇，很棒哎！所以可以先去看初選，然後決賽就會抵亞耶誕城的太府團當中。哇，這個而且還有獎品跟獎金哦。當然，這個獎金哈，這個天名頭名係2萬啦，嘿，第2名1萬啦。第3名就5000，還都上去報名嘞。有獎狀，啊個還有給你有監聽耳朵品牌，監聽耳朵給有後，因為愛唱歌嘛，用會多到。然後評審們還有搶到應該講也給2位底部動作，因為畢竟講從台講有經紀人吶、娛樂記者啊，對呀，全部就會評審哦。對，個還有呢，會夾好採體的。音樂專場的專業的欣賞的評審2位安尼，所以算係一個動態型嘅專業歌唱比賽。係啊，想講因為地方的盛事嘛，沒有本採體人的一個參與啦。哇！嗰時候基本上講，係咪縣政府的人總管來評審啊？佢講叫，就講拍啲縣市有地位做安尼啊，哈！啊講冇啦，因為既然係歌唱比賽，喊你要搶。專業的，怎麼公信力啊？對吧？太棒了！聽起來就真認同本人期待哦。還有等到有關苗栗有乜嘅好搞好料嘅，就得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哦。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宇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2025嘅苗栗亞灘賞，12月19號到12月24號都有中南運動公園來舉辦。哇，2日嘅發通嘅真係係知道呀，規時都講唔停呢。俺講到一下天二團發通都還蠻講算呢。2點鐘來講，2點鐘當講來說，對，故事人家還有親民音樂這個閉幕式還蠻講到，這個應該說這個最後應該算是壓軸平安夜給你嘞，對呀，當年愛鬧棚，一條鬧棚個，很想講，雖然講禮拜3，不過還會有。表演咧，也算是放假前。對對對，故時候呢一定愛比鬧棚，尤其呢像人家都給你
美麗煙哦，像縣長施政每位給你這個會評選嘛，對，那像我們苗栗縣的文化觀光哦，排名第一的哦。哇，真想鼓勵。故說呢，也給你耶誕城啊，也有一個貢獻。24號也就平安夜來了，一天就來到呀耶誕城。而且我知道有一個青春有嘅係，我知道大擺期盼都會希望問苗栗彩體嘅也到。苗栗出色嘅也到表演者，做得有機會再個轉到苗栗來表演。比如講，今年嚟卡斯，沒有苗栗人，沒有客家人。係啊，因為所有嘅就講，也就盼所有發通，就希望講民眾有感，有感受到，我可以看到苗栗有在發光哦，個本後生人發光，廿24。讓你的那歌數啊，就有像原子少年啊，FFO 啊，然後給就求佛萬，給苗栗肢體啊，這東人可能唔知哦，唔知啊，但是佢係苗栗人，也東鳳啊，係啊，也個還有從今年爭得到嘅金鐘獎的呀，拿3張台獎嘅，聖代，這個廣播金鐘今年嘅大贏家，我們的聖代咩係客家人，頭擺沒有客家天使團。沒有主持節目，阿吉就是唱客家嘅嘻哈，衝到東河，然後亞白還衝到廣播金鐘，這是跨界，實在很動聽啊！故說呢，特別會有唱啊，要做人哋客家之光啊，真嘅，要可以有唱到幾個人要當永恆啊，個還有呢，就講沒有唱到馬來西亞哦，吉隆坡艾薇哦。艾薇咩董會衝，算是我們後上一批的唱將。係啊，給你比賽歌數的冠軍歌手，總冠軍哦，董強，要講有女生的蕭敬騰。沒錯，他就是跟我時衝國會比賽，就是蕭敬騰的愛將啊。所以鼓手就還有就衝國會衝到太陽都懂中醫，很厲害一張董強，對，董年青春要做人的壓軸黑曼年，壓軸黑曼年。你是我的消防局啊！消防局，哇！我覺得這個很厲害耶。因為怕大家太嗨了，可能要消防局來滅火一下。但就會懂到觀眾朋友親中意的歌手，很多幾個歌曲大家都會唱。人家講梁弘志哈，佢70歲到70歲就會唱哦，啊，佢消防局哦，沒差唔多哎，8歲到80歲可能就我有做同好，你是我的眼眸，你唔知啊？歌手也真勁啊，清明音樂、平安夜，咩當精彩，對，大家好好期待。個還有哦，廿年呢，我也會抽出大獎哦。我們有台獎，有台獎，就用蘋果的哦，蘋果的手錶啦。iPad 啦，手機啊，手機最新的 i17啊，好棒哦！而且除了看表演以外，大家聽說看表演看 Q 也就會想一些東西，冇要緊。順豐有市集，呀，當年還有就有市集，那市集呢，還有的規劃有200攤哦，這麼多逛得完嗎？當老年當多年哦，真經像去年吧，演唱伊來到這一順啊，一款啊，給所有男的給中央做民眾啲吃飯啲買東西，哦，要看到演唱會，縣長你好棒哦！而且當都會來自苗栗嘅後上強演，可能轉到苗栗去創業吧，他們自己的牌子、自己的品牌，對，一定要推。嗰時候我要到市集哈，我要委託給苗栗縣觀光協會來幫我們招商。哇！但是呢，給出的就講，像我要我們那個勞青樹它有一個品牌。叫做金市集，這邊就不會還有商哎，對，返鄉哈來創業的，那專門就講金市集有像以外，像有我們有一些苗栗精選的好東西呀，好像農業處啊、觀光局那邊都有去評選出新台北苗栗的好的文創商品也好，食品也好哦，然後呢，沒可以有唱給的了，個還有呢。我們客家的美食一定在我們的啦，對吧？像我們的蘭蘭啊、花布啊，過個聖誕節要帶一個頭飾給的哦，要有現場氣氛的一個所有嘛個東西就有。過來特別還有安排當後些給你用餐區，用餐區可以坐到給當悠閒，一
一邊就講一邊安尼吃飯，好吃東西，又可以看表演。好棒哦！我知道最近嘿，然後一類表演，一類發通做到很完整，每個東西都顧到誒，然後愛輕鬆有個係愛推廣苗栗。當然，對，係啊，苗栗佢來到感受到苗栗的熱情、苗栗的魅力，哦，那另外呢，苗栗的美食一定要推出來。個哎呀，發通既然帶到按多年來，從去年哦，夾入20萬。20萬哦，20萬少4年咯，去3年是給完全就壓縮快要到變零，就幾百人。那麼多給3年呢，來頭就問20萬人。對，所以線上看呢，會有1000萬呢，超過1000萬。要提醒大家，要的晚會其實沒做的第啊線上來看，對不對？還有 live 哦，嘿，就24號還有 live 直播。有 live 直播。對，過每天的哎呀都也會在其他的影音平台來重播。真的攀到懂生態。今年哦，希望更加多年來。對呀，因為為期6年，大家做的好收視苗栗來收視一下我們可愛的貓狸喵，貓狸喵就會特別苗栗的石虎嘛。那其實貓狸喵呀，會不會做的看到我們這個貓狸喵在苗栗各個景點出現，也是希望大家做的來去到苗栗各個無窮樣的素材來旅遊呀。這是也是文管局非常大力的推動的。係啊，嗰呀石虎啊，就瀕臨絕種的個動物啦，就都人家黑龍啊、銅蛇啊，在裡面出沒，希望就講也喚起大家就講要保育。嘿，對，像佢很多貓狸喵嘛，因為什麼很多貓狸係苗栗的 Q 娘，嗰時候你想給殺虎，像你喵喵叫，像你喵誒，嗰時候人就來講貓狸喵。對，而且科長下一首歌誒，對，科長很有才。其實科長沒係一個故事，沒有表演，還沒為貓狸喵下歌誒。下歌，因為按多年，因為天視台比賽結束以後呢，ก็拿到總統盃超級組冠軍，就排斥當年一比賽誒，哎呦，就排斥就下歌誒。啊，苗栗呢，今年首創哈全球應該全球首創的客家廣場舞歌曲甄選。這樣子，我就都經就第8年嘞。啊，當年的歌就來下，已經有22首歌誒哦。掌聲鼓勵。去年、第2年哈，這樣子前面2年就冇童謠，第3年開始要就講，本小朋友也可以童謠律動。對。就說歌手就會下童謠，跟下就想講，哎，那貓狸喵出一發通，看到佢安定一下，結果佢跳妖怪舞。還是想講，佢有一首世界主題曲都當好，嗰時候我就下貓狸喵。哇，真好哦！嗰時候大家真經我來多多認識的苗栗，認識苗栗好高好料的素材。希望大家都呀12月19號到12月24號有去到苗栗嘅話，除咗暗部頭做的參加晚會啊，拜六禮拜做的參加20條嘅活動，啊其他時間還做的出去聊哦，係唔係請口中要同大家分享一下苗栗有暗動嘛個好高好料的素材。啊，想講歡天來看耶誕城熱天哦，其實咪可以來跟你通宵看沙雕海水那個海水浴場的通宵沙雕藝術節。對，像今年65年啦，有70萬人來。60萬嘅70萬，個個會仙啊，會仙就像個人的白沙屯啊，它的廊道，個個個乜個黑龍有好望角。它就成了一個廊道，對，然後還有那閃現一片，沒回來呀，明湖啊，明德水庫現在有水陸空油氣，因為俺寒暑嘅時間，明德水庫就係一個好料同好看風景同這樣的素材。不過亞哈明德水庫有很多清水的活動，做得去滑那個 SUP， 然後我這幾年青好搞，對，韓國還有懂得其他新的發展，對呀，還有高空的一個滑索那種對探險的遊戲，他發光就像你流浪啊，安丘吉了，這麼刺激就是了。還有空中的腳踏車，像你跟一條繩索，按你高於21米高哦，都得去看，還可以挑戰按你。
膽量。對，故說你看苗栗有按到好高好了，蔬菜都唔低，創冇啊！生年嘅19號到生年24號就做得落去參加呀苗栗嘅亞灘上嘅活動。節目嘅親密來問科長來邀請科長來參加，這個有趣的考導，放輕鬆，放輕鬆。好玩的啦。科長啊，平時沒有當過一個身份，就會歌手。身為一個歌手的時候，黑狗，我們要2選1哦，兩個哪一個可以接受？一個是在台上破音，一個是在台上摔倒。摔倒跟破音2選1，我寧可破音啊。那摔倒，那假牙會不會噴出來？或者冇講啊？夠神奇的啦！因為從來大拜一黑狗你主持唱歌呀，跟有時個keyboard 先生我講，你不要穿長禮服哈，跟冇唱跟我有沒有你客家歌手也是主持人，給我跌倒。哎呦啊，對啊，講哦不好，所以我們就。還是不要跌倒好。好啦，更神奇，今日科長非常辛苦，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宣傳，就希望大家做啲多多，希望你來聊，來參加一下亞灘上嘅活動。希望科長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希望大家，歡迎大家來苗栗聊哦。咩希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向下來做圓通。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聽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聽站聽嘅韓國亞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